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37节到144节，耶利米书第33章14到26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谢。希伯来文的赞美跟感谢是同一个字根。在创世纪第29章35节当中，犹大的名字其实是赞美的意思。在同一个字，在不同的经文，诗篇第7篇17节，经文说：“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赞至高者的尊名。”在这里翻译成感谢。当我们愿意献上感谢的时候，同时我们就对那个感谢的对象就献上了赞美。我们的心存感谢会帮助人在生命上表现得更积极，更有上帝的亮光。因为这样的人会是谦卑的，会高举上帝的，也是容易满足的，是愿意归荣耀给上帝，而且不居功的。通常这样的人在精神状态上是比较开朗的，也比较不容易发生心理压抑的这样的情况。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让你我可以活在这个伊甸园里面，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献上感谢。但如果我们像亚当或是夏娃一样，不会懂得心满意足而献上感恩的话，那就很容易会说上帝是骗我们的，为了不让我们跟他一样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得罪了上帝。一旦我们感到心满意足，就会愿意为所遭遇到的任何的现状献上感谢，就会愿意赞美上帝，相对的也就不容易怀疑上帝。耶利米先知这样的告诉以色列人：上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的诺言。那时，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，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。在他统治下，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，耶路撒冷享受太平。这城将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。上帝应许大卫以他的子孙能够永享太平，能够在利未之族的带领之下，对上帝献上烧化祭、素祭以及生祭，来侍奉上帝，来赞美上帝，并且对上帝献上感恩的祭。圣经说：“我与白昼黑夜立了约，使他们始终按时运行，这约绝对不能废弃。”
同样的，我与我的仆人大卫立了约，使他的王朝永远存续。我也与利未族立了约，使他们永远做祭司侍奉我。这些约也绝不能废弃。我要使我仆人大卫的后代以及利未族的祭司人数增多，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粒，无法数算。上帝也应许那些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以色列人，大卫的王国得以扩张，得到和平。烧祭呢，是敬拜，也代表了感谢，是代表人与上帝关系的建立。当我们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后，就必须领受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上帝应许必不遗弃。耶利米又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人人都在说我遗弃了我自己拣选的2个国家，以色列和犹大。他们轻视我的子民，不把他们当作国家。然而我上主与白昼黑夜立了约，我制定自然律支配天地。我与自然界立了约，不能废弃。我也同样的信守我与雅各后代和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。我要从大卫的后代中选立一位君王来统治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子孙。我要以仁慈待他们，请他们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上帝必以仁慈对待以色列人，对待那些爱他、愿意遵守上帝旨意的人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们。保罗以感谢开始，他说：“我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也是一位安慰的来源。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，他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。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的苦难，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的安慰。如果我们遭遇苦难，那是为要使你们得到安慰，得到拯救。如果我们得了安慰，你们也同样得到安慰，并且得到力量来忍受我们所遭受的苦难。是的，无论什么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都要能够愿意献上感谢，因为感谢的心会让我们先改变我们的心境，进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快快地脱离所遭遇的苦难。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刻刻地献上感谢的话，信心就很容易受到动摇，就非常困难地从这个困苦的遭遇当中脱离出来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见证说：“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省所遭遇的患难，
那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是多么的大，多么的沉重，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。我们只觉得自己已经被判死刑，这样的情形使我们不知道不能依靠之地，我们只能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他曾经从死亡的危险中救了我们，将来仍然要拯救。只要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，我们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还要施行拯救。这样，有许多的人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蒙恩，也必定有许多人要为我们感谢上帝。在礼拜天，我们邀请了廖雅慧老师的生命见证当中，她也分享了几次所遭遇到的重病。虽然她曾经在信心上面摔到了谷底，但是她最后仍然以感谢来面对所遭遇的病痛与痛苦。正如同箴言也劝勉我们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在箴言17章的22节，盼望恩典的上帝帮助我们保持喜乐、正向的心智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遭遇，都愿意献上感恩的心，领受上帝的恩，让我们得胜。诗篇119篇第137节1到144节。上主啊，你公义，你的法律公正，你所颁赐的戒律完全公道，完全正直。我的愤怒像烈火焚烧，因为我的仇敌藐视你的命令。你的应许多么纯真，我多么爱慕。我渺小，被人轻视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救赎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法律是真理。我遭遇患难困苦，但你的诫命带给我喜乐。你的教训永远公正，求你使我明白，使我存活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上帝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赐福我们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仆人，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